带去读唐诗。杂诗，作者辛传奇，文道洪良顺。并年不改兵，可怜桂李国，壮士汉家营。少妇金春意，良人坐夜情。谁能将其果一类出良情？简介：少年呢开门见山，就直指洪亮的边塞。洪亮的边塞对你即马辽宁开元县的西北边，千惠不休。朝廷不断来征调情妇，所以普及无辜的家庭妻离破碎。一个要战争的心态呢，表露无遗。可怜桂李国，壮士汉家营。可怜早日两情相悦，伫贵邦观赏的名媛呢，已经无亲像往昔迄款的伤心悦目咯。因为呢，迄个月光耀已经转对遥远边塞军营，婉约含蓄，明明是伫写情，偏偏此月不露声色，将情夫思妇两地相思描述得甲绵绵不绝。少妇金春意，良人坐夜情。这一年四季中间呢，尚会引起人情思的，莫过于春。春天美好的光阴虚度，漫漫长夜，来交出了红某惜别的离情。尤其这句金春意对坐夜情，对甲像科技发达的视频的镜头，然后两方面来分解，不在同一个画面内出现，迄种两地抒怀、绵渺亲情，令人来动容。谁能将其果一为出良情？闺中的少妇，包括足远伫边塞将军的良人，因拢共同有一个心愿，对希望当亲像汉代飞将军李广的良将呢，会将良渣出现，一举取得扫清边关的战乱，班师回朝。迄个时阵，红某呢，就会当破镜重圆。每年用两句来收束，愈更加会显得言短意长，含混不清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